扣稅嘅旺季到啦，揀扣稅年金千祈咧就唔好亂揀喎，回本期可以相差14年啦。人生有幾多個14年呢？每月嘅年金咧可以相差4562蚊，一年咧可以相差54000啊！今日咧我哋比較咗6大保險公司，有一間公司咧係優惠天花板，提供5% 折扣，仲有3000蚊現金券，優惠只係做到3月31號。記得睇晒我哋成條片，片尾咧有個比較詳細表俾大家拎㗎。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最近埋個鈴鈴，咁第一時間咧就睇到我哋嘅新片啦。嗱，買扣稅年金咧，我哋好關注咧就係個回本期啦，最緊要係個回本期，最高咧每年可以慳10200啦，6萬嘅扣稅額乘17%，但係揀錯咗分分鐘咧你就會蝕時間啦。最快咧有4間公司都提供8年嘅回本，C 公司咧保證回本期咧仲要有8年，其實最穩嘅。嗱，最慢咧超誇張，B 公司要成12年回本，保證回本期咧要成22年，相差14年，你話係咪死未？第二啦，我哋睇下回報率先，我哋結合埋呢啲優惠去計算嘅。咁啊，第一名就係 S 公司啦，咁佢8年咧就回本，第9年個回報咧有5.71，咁啊折後咧再高啲啦。咁啊，第二名咧就係 A 公司啦，8年回本，第9年咧個回本咧就有5.63個回報率喎，僅次於 S 公司。但係大家要小心喎，B 公司咧真係墊底啦，佢嘅9年回報先得0.83，蝕錢啊！嗱，優惠咧就直接慳錢啦，5年期嘅優惠折扣咧又可以相差幾多咧？可以相差15%喎。嗱，S 公司咧就比較抵玩嘅，咁佢就5% 嘅折扣派5年，咁啊總共有25% 折扣啦，仲有團購優惠券俾大家，5人以上有3000蚊嘅超市現金券，未必係一個超市現金券㗎。至於 D 公司咧，咁啊折扣咧相對比較高，但係咧穩定性就低少少啦。咁咧佢咧就係7% 嘅折扣優惠啦，咁就派咗5年嘅，一共有35%，唔錯喎。但係分紅嘅實現率相對嚟講低啲喎，90%，實際回報率咧就輸俾 S 公司嘅。咁啊 B 同 E 嘅公司咧 ，B 公司咧就28% 嘅回贈一次個派，咁啊回報率咧先0.83啦。咁啊 E 公司20% 首年回贈，扣稅嘅效果相對差少少啦。另外第三個比較啦，我哋比較下長期領取年金啦，每月可以相差4562蚊，一年咧差成54000啊！退休拎年金差別咁大。嗱，我哋假設係30歲去買啦，60歲開始領年金。咁我哋咧第一名咧就係 S 公司拎到最多嘅，每月可以拎到咧8565蚊，10年拎一共可以拎到102萬，回報率咧就係4.32%。至於第二名咧就係 A 公司啦，每月咧可以拎到8428蚊啦，咁10年一共咧拎到101萬嘅。咁啊最差啦，可以講係 D 公司，但係咧要留意翻，佢咧就要拎25年嘅喎，佢冇得俾你揀拎10年啦，所以咧佢每個月嘅年金咧只係可以4003，咁啊僅次於其他保險公司少一半嘅。嗱，我啲客嚟講啦，幾乎個個都係揀10年嘅年金期嘅。咁啊第四個比較，我哋比較額外嘅保障啦。嗱，除咗回報保障咧一樣都重要嘅，我哋可以睇翻啦。A 啦、B 啦、S 公司咧都係有意外嘅豁免保障啦、重疾嘅保障啦。咁 S 公司又特別少少啦，佢送埋3年嘅50萬嘅意外保障嘅。咁啊買年金仲送保險，咁都唔錯嘅選擇嚟嘅喎。總結一下頭先我所講嘅內容啦，要保證回本期最短，我哋可以揀 C 公司啦。如果我哋要睇回報啦、睇優惠、睇埋年金咧，最多嘅就係 S 公司啦。最後啦，提醒大家啦 ，S 公司咧嘅5% 折扣再乘翻5年咧，另外佢仲有3000蚊嘅超市現金券。咁啊優惠期只係做到3月31號，錯過咗咧，唔單止拎唔到啲 coupon 啦，亦都慳唔到錢啦，亦都錯過咗今年嘅扣稅額喎。咁啊而家咧可以咧 WhatsApp 我哋啦。
91060898，咁啊免費拎翻呢6大保險公司嘅詳細比較表，咁啊鎖定翻大家嘅優惠啦。最後啦 ，Supermom 戴翻頭盔先，以上嘅內容僅供參考，並非銷售嘅建議。咁有關呢啲計劃嘅詳細內容或者佢點樣計出嚟咧，你同我哋直接傾下啦。記得 CLS 呢條片俾其他朋友仔知多啲，同埋訂閱我哋 channel， 最近為個鈴鈴。下集咧再同大家分享咧詳細嘅扣稅攻略，下集見，拜拜。